咱继续来关心 U12亚洲小棒锦标赛，今日日台湾囡仔呢含着韩国队拼冠军，咱台湾队是连续安打，加上韩国队失误，是连续共摕到5分，最后是5-1，搁再摕到冠军，这是队史上第8块金牌。压低选到4坏球保送，哇，这是。有赛时以1-0输予韩国，台湾小将伫这场冠军赛头一球就展现真强的攻击心。小棒打者苏武雄和韩国队补上了后，趁投手投不好，顺利来到二垒。本垒吗？而且本垒这边应该要来拼回来，没有问题。打者林伟干原本要牺牲出击，韩国队却是手臂失误，和苏武雄顺利走转来本垒。随后林伟干发动倒立成功，趁对手投不好来到3垒。搁再来打者宋义力攻出安打，摕下1分。第4棒周信全都好攻出2垒安打，摕下第3分，也甲韩国队的先发投手拍退场。3局的投球里面呢，投出4次的3振，这球又打到了外野，又是安打。再给安打打者杨亮先杨匹分，连续行人的攻势，摕下第4甲第5分。咱代表队头一局就攻下5分，心肝拢定落来。韩国队一直到第4局下半局才摕到1分。外野手8传3 save， 哎呀，触杀有跑过头了，触杀这样算哦。到最后一局6局下半局，韩国只有反攻的机会，打者虽然攻出安打，结果经过1垒往2垒方向走，遭到触杀。虽然引发第一的争议，不过裁判最后认定韩国打者出局。中华队拿下亚洲杯 U12的冠军。台湾小将拍败韩国，以5-1摕下金牌，随后进行颁奖，每位选手获冠军的奖牌，队长摕冠军奖杯，会场上中华奥会旗啊升起去。摕下冠军，台湾小将确实有这实力。这场冠军战总共攻出8支安打，0失误，投手也敢若互韩国队摕到1分。也若前一天，台湾U12小将完胜日本，今日搁再赢韩国，夺下亚洲杯小棒赛冠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